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方叔，嗨，有一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来了。我父亲啊？哼，胆子不小啊，今天都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把除了钱其他的条件都跟我说了，我一定满足你。西城，奶奶，他今天来我们家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何先生啊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孙子啊说话就是太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往心里去，这都是孩子嘛。爸，你干嘛呢？没事没事，爸爸时间长没见的，太激动了啊！谢谢你们家照顾我。锦溪，他真是你爸？那还有假？我问你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爸？西城，是，他是我爸爸。哎，西城，何先生啊，我这孙子啊就这么个脾气，你可别在意呀！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锦溪啊，好好陪陪你爸爸，我呢上去看看西城去，让锦溪陪陪你啊，我去看看西城去。你慢点啊，慢点慢点。跟我出来。这顾大家族到底是大家族啊？琪琪啊，琪琪啊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到底是大家族啊，连个后院都弄得这么大，啊？你在这顾大家族过得很舒坦吧？爸，哎，现在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我说姐姐啊，从小到大你都没对我这么恭敬过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嘿嘿，是嫁到大家族里受大家族的熏陶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姐姐，你这编的不错呀，是书香门第，怎么想出来的？你说这顾家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？爸，你这现在是在顾家，你这么说话不会被别人听到啊？听了怎么了？反正吃亏的不是我。我说琪琪啊，你现在在这过得这么好，是不是也给爸爸来？我没钱。没钱？那你嫁到顾家干什么？啊？你说你没钱，谁信呢？自打进进顾家之后，顾其成的私人财产我从来没有接触过，信不信由你。从来没有接触。哎，你缺钱不会要啊？还让我教你一次啊？你不可理喻。你走吧。哎，锦溪，锦溪，哎，锦溪，锦溪啊！哎呀，爸爸欠人家20万的赌债，他们说了，我要是不还给他们钱呢，他们就把我，你爸爸就没命了。你帮帮我。赌债？哎，锦溪啊，爸爸给你下跪了。爸，你干嘛呀？就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帮帮我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锦溪那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。这件事跟锦溪没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前几天，他是不是刚到公司闹过事儿啊？你不要以为奶奶不去公司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奶奶。我知道您神通广大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
别看你平时有些散漫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，你还是个很有原则的孩子。是啊，贺振东到公司的事，完全就是个误会。您就别多想了。我接个电话。你干脆回去陪老婆吧。行了，就别跟我提他了。又怎么了？又吵架了？我的天哪，你们怎么天天吵架呀？吵什么架？没吵架。那怎么办？哎，说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发现你老婆她的家庭情况跟她之前说的不一样，你们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不是，嫂子是骗子，骗一个大头五斤脑袋里就2头鸡是吧？两种可能，那首先他比我穷，没关系啊，我有钱啊，我给他花了。第二，他比我有钱，比我富，更好啊，没有问题呀，他给我花，我可以接受啊。强强联合，家庭联谊，门当户对。非常棒，我下半辈子不用奋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不怕他跟着你是为了你们家的钱啊？那至少我身上还有些钱，可以让他去图。最怕的，就是那些钱搞不定的女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我已经回顾家了。苏妍希，我当初让你代替我嫁进顾家，不是为了让你缠我男人。你怎么有脸站在我面前说你又回顾家了？对，我是替你嫁进顾家的，可是之前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，我也都替你做了。现在我不想再做任何违心的事儿了。你今天过来是找我宣战的吗？我不想跟你宣战。我们两个人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跟你没什么谈的，你也没有资格跟我谈。别怪我没警告你，趁我还有一丁点耐心的时候，离我远点儿，不然到时候我做出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敢保证。贺锦熙，今天爸爸来顾家找你了，他说他欠了20万赌债。他找的不是我，是你。贺振东已经缠了我20多年，现在也该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机长，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晚？去哪儿了？找一个朋友聊会天。你这是在等我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也刚回来。哼，睡觉了。西城，怎么了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怎么样？今天的夜景还不错吧？我想跟你聊一聊我爸爸的事情。你别说了，其实我都知道了，我也想通了。不管你想什么做什么，我都会相信你，支持你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可以尽管跟我说。谢谢你啊。是不是觉得特别感动啊？你这个老公没白嫁吧？感动你个头啊！好好的气氛全都让你给破坏了。我要去睡觉。哎。